请问吼，米汉堡用台湾话要安怎讲的？哦，米汉堡，米修这边的答案是米甲肉甲，是 hamburger， 是不是汉堡的英文对不？嘿，啊，咱中一定有一个米嘛，因为是米汉堡嘛。对对，顶管是米 hamburger， 嘿，所以我的答案是米甲汉堡甲。是，聊聊啊，喙齿无啥会练成。不是，因为我会使理解，因为这是英文，搁翻台语，啊，而且你英文搁加台语同齐安尼，实在是吼，嘿，不过就是米甲汉肉甲是。啊，我是米叶吧。哦。来，大家看者。米叶吧。顶管是米，下骹是米，中啊是叶吧。啊，甲我毋是差不多。啊，你是。我先爱用英文。啊，因为你是用汉堡个翻起来啊。哦。啊，我的意思，台湾人应该较简单是米叶吧，对安尼。所以我有聊聊啊，是外国人的感觉。对。哦，因为我爱讲一个是因为 hamburger， 大家知。你聊聊于强权，因为伊就是英文较好，系啦，台语较无好。所以讲我一日念互你听的哦。哦，所以我的答案是米汉肉甲。啊，我的答案是米叶吧。嘿，来两队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几遍。哎呦，哎呦，算呢？你想哪算？你算的，不是我算的啊。哦，好，因为我感觉念的较顺，念了较顺呐。对，念的较顺呐。Yeah, you know what I say, man? Yes. You know what I say? 是了解。你汉堡甲you。无顺，你家己拢唔知影你咧讲啥物啊？我唔教你的，我甲你讲，你甲白只甲甲对啦。你话你念米汉堡甲，你念米 hamburger 安尼就好啊啦。对啊，嘿啊，汉堡甲，嘿，是安尼吗？我是感觉唔对。你唔知日本人拢安尼念吗？对啊，对唔对？是唔是 ？Rice hamburger, it's called rice hamburger。嘿，米汉堡，嘿，是叫 rice hamburger。米汉，安尼讲对呢？哎呀，米汉堡甲，来，我问一个啊，咱的，因为我有听过人讲汉堡夹就是汉堡是啥物夹起来，就是合起来，所以米甲肉夹起来。啊，虽然讲米甲肉，就是阿雄这边的这个答案，感觉嘛有道理啦。啊，亲像我是感觉这个外来语阁有讨论的空间啦，但是阮暂时感觉照这个汉堡夹的这个理路，应该是美秀这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答案吼是伫个美秀迄边。哦，真正诶！啊，这个物件是外来啊吼，啊，伊本来英语叫做 hamburger， 啊，日本人家叫做汉堡噶。啊，咱台湾人吼，因为甲日本较晚嘛，咱常常拢会接受日语的外来语，啊，所以咱就照伊的音吼，啊，用台语讲佫会通，因为汉堡夹就是汉堡内面夹一块肉咧食，啊，所以咱就甲这个物件直接就照音，佫照意思讲做汉堡夹。啊，因为即马这咱台湾人吼，佫用米去做，原来是面包嘛，啊改做米，啊所以就是米汉肉夹。咱台湾人吼爱讲这个谐音的笑亏吼，啊都市传说，讲伫桌顶放麦仔茶，有啥物意思咧？哦。桌顶放麦仔茶哦，吼，美术这边是物件贵重，卖乌白蒙啦。安怎讲？卖呀，卖乌白蒙啊，是遮尔啊贵重的物件，你来生凊彩安尼撒起来，卖乌白蒙啦。是。啊，那阿雄我这边吼，最简单的，就是请人点。是安怎？因为麦仔茶华语叫做麦茶。麦茶，哦，你就是点，哦，应该是我这边的吧？迄物件你贵当卖乌白蒙啦。哦，啊，我就是叫人卖茶。哦，好，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嘿，是我乌白蒙，还是讲点啦？好，来，两边即马拢选你哦。食饮料袂使讲话，食饮哦，老师有教啦，食饮料袂使讲话，食饮料唔通讲话，是无道理呢。道理啊，吼，即摆人太有趣味啊。好，啊那咱选在这边咧，就讲呱，互伊搭，啊你落咧
你落咧啉茶，你管就袂讲话袂使讲话啊。哦，好，拢照有创的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吼，伫阿雄这边啦。哦，请人点点啦哦，，这就是拄则讲的吼，叫人卖差啦。卖啥？哦，啊你卖茶甲卖茶的音是共款的，哦，就是调不共款尔啦。对啊，所以你有时要叫人点点，你歹势直接讲，啊你就放白仔茶伫啊，啊你看白仔茶，你就知影讲哦，伊叫你卖茶。咱刷落来吼，是一个城市，一个美国的城市，三个字，美国的城市哦，哦三个字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算的你已经知影，其实我唔知，啊，但是美国的城市三个字，我敢若知影几个尔。好，不要我紧你算一个，你算一个， Los Angeles，洛杉洛矶。杉就是那三字，洛杉矶啊。好安尼哦，洛杉矶。哦，是老师伊讲的是英文，哎，嘿对，啊，你讲台语洛杉矶啊听起来都不是三字，洛杉洛矶。杉矶，洛杉洛矶，杉矶对唔对？还是唔对，他手伤紧。表示唔是这个城市来啦。来，咱先，你甲记着就好。咱我会记着继续来去看好这好好咱再来互你讲好好哈好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落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物件？这是什么物我敢若件？我知影的，哈，差不多看了。这个头我知影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啊，这个提示吗？你要提示吗？哦啊这个这个好，会使可以提者，可以提者，哦对对。伊是一个上深的城市，伫咧美国。哦，来，老师是不是 Seattle？ Seattle，西雅图，也要用台湾话讲看卖嘛。试看卖。西加都？你家己咧起爱笑。嘿，我唔真正唔知。西雅图，西雅图，是毋是西雅图？是唔西雅图？好啦，会使接受啦。哦，老师接受你啊啦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啊，这个是西雅图无唔对啦吼。啊，咱台湾人吼，底下有的人家叫做西雅图啦。西雅图，西雅图，啊，经照字写讲西雅图啦。西雅图。啊，不过伊是外国名啦吼，所以咱用音来讲的时候，不一定爱讲甲足哇，因为本来翻译就是有困难嘛吼。啊，你讲西雅图、西雅图，啊，你像你拄仔讲的做啥？西雅图。对，西雅图I speak Spanish。西雅有小可性啦吼，所以会当接受啦。啊，这个城市吼是有真侪大公司伫遐啦吼，上有名的就是迄个波音吼，迄个做飞行器的公司啦。啊，个隔壁啊， Microsoft 伊嘛是伫遐，伊的基地嘛伫遐。对对。哦，啊，个袂加边吼 ，Starbucks 对遐开始的。嘿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嘿，好，伊头拄仔讲上青，青的，为什么是上青的？伊是美国绿化程度上悬的。啊对。啊，你讲上青的吗？环保做了上好的。啊，我去遐时吼，因有送我一块杯仔啦，迄个杯仔就是迄个 Starbucks 的杯仔，因为伊的迄个上早的店是对遐开始对啊，的。总部伫啊，对对，伊的店上早对遐开始的。够12000块。好来，嗯，好，你算，你哎算哦，戏剧，戏这个我们戏剧，这阮是就是在迄个。内底，阮知你伫影。五六有。嘿嘿嘿，这阮知影，这阮知影。好，你有演对，我拢知影。嘿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戏剧的奖金有偌济哦？9000块嘛，真济哦啊。嘿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唔甘分开的形容词或者十倍相送，是对倒一出戏来的咧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十倍相，10送倍，相送。十八上嘿上上，啊，我知影会变怎。对倒一出？啊，即马阿姨知影。来，今年哦， 7、2、3、2、1，好来好来，十八当人行去散。伊是戏吗？我知，我唔知啊，我就唔知啊，我没戏啊。啊，18啦，哎好不？哦，18啦，哦，刚才有这出哦，嘿，18啦，哎，18啦哦，嗯，刚才有这出哦，十八当人行去散，我是知影有这出啦。嘿嗯，
十八当人， 18当人，十八啦， 阿姊这要安怎解决？诶，一句讲都袂晓话啊，答案是十八啦，十八刀啊， 18好啊十。八啦，十八啦，对唔对？哎，真不错哦。好，来，老师解释一个哦。对啦，你若18吼，用木头音嘛，这18是对啦。啊，毋过这个伊讲戏，毋是这出戏啦。是伊讲18当人行去散，啊嘛毋是戏。啊，若要讲戏哦，应该是讲少林寺啦。少林少林啊，不过伊嘛毋是讲少林寺，伊是讲烧送啦。小三，是啊，烧送就是咱知影讲，迄个三八英台吼，迄个是因尾啊因老爸车要叫伊转去嘛。对啊啊，要转去的时候，英台迄个三八甲伊送落山啦吼。嘿，啊，伫路的吼，咱咧戏内面就讲做18烧送。十八小吼三，，经过足长的路啊，内面咱知影讲迄戏内面拢一直唱歌啦吼。我是个大笨牛，我大笨牛，迄个英台要暗示讲我是查某的吼，一直甲伊暗示伊都毋知影，所以这段戏就叫做18小送，是是。是所以就是迄出戏叫做三八英台。请问台湾传统板凳文化，主人家会用倒一出汤来感谢倒骹手的厝边呢？嘿，来60秒的时间，哇，打一出汤呢？打一出汤，几万几万，起了，来，好来，几万给你，就哎15000块嘞， 15块，来，知影无？打一你敢知出汤，啊？都几什么汤？什么汤啊？你讲菜尾汤，阮有菜尾汤，菜尾汤，敢若有食过这种汤，嘿，哦，真正黑白这我药。是知影啦，但是吼，你即马你爱家己紧啦。啊，你无给他提示一下？无，迄无啥物提示的，这一万五呢，我互你提示。好来，你千万个无你提示。所以你的答案你的是队友讲菜尾汤，菜尾汤。嗯，嘿，哦，敢若唔对。我嘛感觉是唔对，但是我无答案呢。敢会当换答案？还有啥物汤？你无讲菜尾汤真好，安尼是。不是？菜尾汤啊！你都感觉一个啦，菜尾汤啊！对啊，哦，你队长1、2、3。诶，无咯，菜尾汤菜尾汤。菜尾。好，因为这板凳应该拢知，因为伊讲的是板凳文化，对啦，嘿，所以讲出来汤应该是较特别的哦。应该是请人客，哦，哦，是，好，来菜尾汤，确定。好，来菜尾汤对唔对？哎，万五，来，屁得了万五咯，哦，咱较早吼，若爸母也啥吼，办桌是伫咧外口办啦，毋是伫餐厅内面啦，啊，拢请迄个总铺来办啦，啊，请厝边头尾来斗骹手啦。嘿嘿，啊，食了的时吼，有一寡村的吼，就甲拢拼拼咧一骹大骹汤仔内面。啊，再上尾吼，厝边头尾有来斗骹手吼，一人磕一碗互伊放落去，啊，叫做菜尾汤啦。菜尾汤，啊，内面拢是无共款的物件，所以有足侪无共款的滋味伫内面。啊，大家拢感觉足好食，尤其伫我囡仔时代吼，大家较散车的时吼，然后通食迄个菜尾拢足欢喜的，来尤其较着讲哦，你本来想袂到的物件，